议员郑志杰表示，市政是延续的，身为民意代表，更加应该监督市政的延续来努力。议员一列原人民之家的签刷，对伊的父亲詹顺良，伫民国102年伫议会来提案，一直到现在，经过12党总算签刷并且拆除，这个占地大约5.5公顷，包括第35市地中划以及停20地停车场的用地。议员建议市长的任内要尽速来定案，希望纳入东区的公所、户政、家庭活动中心等得目标来使用。从龙家迁移到现在的规划，您知道这所有的过程吗？你清楚了解吗？可能不完全，不是很完整，但是我知道我的就您当选之后我们的这一段。希望呢，在你我任期之间呢，我们可以为台南市留下一点什么哈，让这个市民朋友哈可以津津乐道。除了关心东区的重大建设，另外伫未来铁路地下化以后，火车站前的广场规划甲的交通，议员嘛认为应该来提早应用，尤其附近的大楼，除了外观的拉皮，嘛要注重城市的美学甲的美化。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。